伫咧台语内面的苏开、说文、填câu热一寡台语词，敢是台语本地就有的咧。在今年已经81岁李南平老师用30-40档的时间找出外来语变做台语的过程，伊也出版一本册，或者是台湾的外来语，用各种角度了解咱的台语，也了解咱的历史。原来这撇仔是对印尼话来，印尼话吼，甲这个日本的共款，一定要有一字子音到母音，子音到母音安尼吼。所以 plate 吼，后壁无物件伊袂晓读啊，所以读做 plate。对台语的这字撇仔讲起，李南平老师费心神找出思虑的源头。伊讲，伫清朝一本号做《陈金谱》的册内底，专门收含集会相关的词，就有撇一字。可见撇早就伫咧南洋和别南地区流传啊。三餐五味，4撇一碗汤。啊，一撇哦，无法度写，拢有诶拢写做九字边、十字旁，啊，就是批发的迄个一批两批的批哦，迄毋是汉字啊，迄是。就印尼的话吼，会发迄个变音的字嘛。不管是对西班牙语传过来台湾话的说文、印尼话来的信啊，或者是日语来的填câu热，拢收伫咧台湾外来语这本册。正经的外来语吼，大部分是日本人还未来以前是对清国政府哦，对迄个来广东，还是对福建来吼，还是南洋来的话，正后来的外来语的发音哦。有英语，有迄个台语，有华语，有日本话，阿桑台语 ，ATM 英语，澳博台语 ，AV 女优英语，佮到华语。其实2年前，李南平得到大肠癌，险险啊，就爱回去天国。伊讲会出版这本册，是因为受到玉山社总编辑桂秀晶的鼓励。伊怎甲过去踮广告公司、化工厂和报社服务的时，有记录来，也查过书店的外来语，QQ 做伙，用当外的时间精力，一字一字甲拍出来出版。做一个代志做30档哈，迄是真有耐力哈，跟坚持嘛哈，它随时在更新哈，有一寡新的名词、用字哈、用语啊，我刚刚以这种态度，其实还蛮特别的。李南平老师今年81，虽望身体有艰苦病痛，不过伊讲家在有牵手甲出版社的支持，伊才通专心甲平常时咱南三讲，就是台语的外来话写落来，将伊流传和演变的过程研究出来，互是细对台湾的历史有更加深的了解。记者阿敏珍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